照这图来看，应该是遮无唔对啊，唔过。啊，有迄个 logo。哦，你看，扫者。我扫者，我甲scan一下啊。有诶，来呢，盐埕啦，嘿。北门区头一座盐埕，嘛是台湾上古老的盐埕的遗址，喂，够当有200外档呢。哎，咱无爱入去找，过来，爱去盐埕内底找这个拍盐的高手。哦。拍盐的高手是倒位？听起来足厉害。你家是伫内底啦？对啊，你看，这拢足侪当破盐的体验啊，今仔早起人较少。过来。哎呦。盐埕高手台湾守护文创的董事长陈仁昌，敢是头前个？头前个。敢若是呢。敢若是伊手头起来真摆啊！董事长哦，董事长你好，欢迎来到咱这个开盐埕啊，这个办公内底的盐埕。是。哎，来拍盐、收盐、打盐。哦，会当体验这种盐工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咱这个拍盐的文化一定有360档啊。对，啊，咱即摆就剩咱北门这卡这个盐埕，搁有咧拍盐，海水从2度引进来，啊，咱炸这方池就要拍1礼拜，它的浓度就会上升到12度左右。7缸，搁来咱1礼拜小蒸发池，哦，啊嘛是7缸，啊伊的浓度就变25度。1礼拜咱这个结晶池日头拍落去，哦，水分无去，盐就出来啊。这个流程哦，就爱差不多3礼拜，才当产拍出一粒好盐。3礼拜当中落一解雨，这个过程就爱搁全部定来。啊，安尼哦。是哦。嘿，对。嘛是客厅咧食饭咧哦。对啊，好佳在今日天气都袂歹，所以今日天气做好的。伊这拢是有盐一定有结晶啊，咱即摆就爱来甲杀过，嘿，来甲集中，嘿。安尼。对。安尼啊。嘿，对，安尼对。哦，所以拢它会变成。一做的干，对，咱是甲集中，这个甲盐先收好时钟，了解。安尼啥哦？啊，照顾。我位这边。咱即摆收好一堆了，咱来甲盐吼打去顶悬放，系紧，哎呦，帆布紧扛起来，啊无等落雨来，这盐水拢无去啊。对，好啊，安尼。安尼哦。对。过来，你敢若姿势袂歹。袂歹，100分。我你拄只安尼落出来安尼，动作大家无看到哈。啊无你来。好，我来。哦。我这重哦。重哦。哇。这有一个重量哦，所以咱等下要把这盐打起，所以咱这个盐嘛袂当放伤济袂当放伤济哦，无咱再打袂行哦。咱这有高啊，高的。哦。好来啊，做主头做。Yes。来啊！等一下，咱搁有第2个规则爱出现。第2个规则啥？你各自拣一个盐，这2堆。啊，你啊打20公斤的盐去你顶悬，我遐帮啊称。你先拣大细。哦，先拣大细啊。先拣大细。我拣一个。好，啊，你搁有一个惊喜，咱搁有第3个规则。有啊。有。这都捌听过大赛。较大盐对烫架骹，你若要称好的，你爱收到25公斤啦。啊，无你就烫架骹。系啊。好啊，来啊。烫架骹呢？安有诚意啊！好，我好嘞，先好，多谢。哎，这里的。创啥？我讲你想要创啥？喂，小林。来，加。小妹，等下，见，你有够无天良诶！啊，有人安尼啦，我该拼哦。哎呀，好，有出门，被打你的。好，当然叫咱碰，碰啊一只。我先搞。大哥，好，看这。哦，要9公斤。哦，水。9公斤。9公斤哈。水。哎呀。哦，这个嘛9公斤，18公斤。好。18。哦，是吗？你这一定超过。超过。11、12、13。
13，啊好，来，来，哦，13嘛13啦13 ，26啊，好，安尼，我18，你偌济？我20啦， 26，咱26诶，斤一道爱收20公斤，我赢。重量就。不，小弟，我安尼算我差2公斤尔我跟我算3米数，为什么伊拄则讲爱有穿护鞋会当算25斤，啊我即马3米数，我无穿护鞋，我赶快嘛会当算25斤。咱规定就是安尼有无？20公斤，耶！搞哈！敢有啥物处罚？啊，咱有奖嘞，有奖嘞等有迄个有通输的人爱做豆花，互赢的人吃。豆花爱有豆奶，敢不是？哦，豆奶安尼对啊，对，啊其他我都不知。其他你唔知哦，你头拄则认真咧上课嘛嘿，后盐卤就是这罐。哦，这罐是盐卤。你莫看伊安尼哦，嘿伊这是足咸的哦，所以咱要做豆花，有2种上重的物件，就是这豆奶1000cc， 1000cc，这盐卤10cc， 10cc，安尼就够啊。是哦1080，安尼有够。对，安尼，哦有啊，五杯，喂，好来， 10cc 啦吼。嘿，对来10cc，感觉足珍贵看好哦。哦，有 10cc 来，来加倒落，加倒落。来来，啊你用汤匙啊加拿来，拿来吼。也要透过加热伊遐会凝固。好，安尼，啊挂搁甲扛起来嘿，，对，漂的，嘿，漂落。搁甲啊，等漂的，跳起的时阵，是豆花就芳公公。豆花就完成啊。对，就安尼。哦。好来，这是专工为恁串的情人雅作。哇！因为泡一缸啊，吼，是搁排盐，搁煮豆花。是，好啦。这无赶时间嘿，你要坐一时啊就走，还是要坐几工，坐到天荒地老，随在恁。哇！啊，会记一件代志哦，嘿等豆花食了吼，恁搁有后一个题目伫遮，啊会记你家己看卖。会卡西啊？嘿，啊，都由恁家己处理啊，吼。好，安尼，阮就先食豆花，啊，再来看题目。对，安恁豆豆享受。多谢，来，当时食好。哎，足芳的呢。甲一般豆花无啥共款的，无共嘿。一般豆花就是甜的嘛，嘿啊不过伊的豆花内底除了甜的香气以外，佫有一个咸咸的感觉。咸甜啊，咸甜。嘿，咸甜，佫差一个酸，啊无啊，咸酸。咸酸甜啦，人这豆花咧啥物咸酸甜？无啦，啊，不过有影是，这口感有影足。无，伫外口无食过。啊，无实在炸咧，咱卤年会当食。好，会使。咱来看卖啊，下骹迄题目是啥物好啊？哦，好，咱先来看卖啊。我做好奇的。嘿啊，来哦，来哦。 1、2、3，三开！哎呦，海敢会消失？消失的海伫倒位？海会消失啦。海会消失，啊，就变做排盐嘛。无啊，毋过咱遮一定来个呢，加一个来啊。所以应该是海除了会当拍做盐，对。卖变河水。水库。哦，水库，毋过伊无，三分水库。毋过伊无迄落啊无去啊。消失啊海，海消失啊，海消失伫水边。啥话？你要讲啥？你要讲啥？敢是迄落？倒一路。伫咧这毋知几百年前。嘿。大江内海。嘿，对啊，大江内海。对吧？敢是？对吧？大江内海安尼就是大江。消失啦。嘿。对呢，对呢。你咬。我甲你讲伊安怎？我有食豆花。不对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无一定，无确定是对的啊。咱先看。我先看。先看，反正能不能唔对？回答正确。好，啊，刷要去倒？大江内海啊。来去大江国家公园，要来找找这个大江内海，啊，不过这个所在。对啦，这就是迄个啊，公园啊。不是呢，你甲看这相片，这洞是倒位？哎，无啊，就是这无唔对啦。
港国家公园，就是这。遐。哦，嘿好，那个。来，搁扫一下，搁scan一下啊。好，来。有无？哦，来。来。台港国家公园游客中心花台港内海位置四车湖。应该就是讲这啦，我唔对。是这啊，不过系啊，这足大啊，是要位倒位去？无，咱先要去来去看卖啊。来，你看卖。嗯。好啊，无咱来你看卖，啊无即马嘛唔知要向伊倒位去。好啊。好啊，无先来。好，行。啊，你较早敢有来过遮？有啊，我较早来遮迄上啊，啊你诶？我有一回暗头啊，迄时阵来啊，因为日头要落山，所以讲我就来遮看日头落山。下晡时的时阵。嘿啊，就暗头迄时阵。水吼。而且遮风景有影好，有影好。啊，敢是伫遮哈？盖凉。所以你小吹一下，敢？什么物件？你吹迄个，你咧吹迄个 logo。哎。来。哦，来啊。讲 logo 来。水狗。看者，是啥物？去岛面顶的台港内，你无法查对啊？你安尼，我气哦！你拄就是安尼哦，你拄就安尼，你安尼做，借问者，我是要看啥货？我想要看啊！好，你先看。去岛面顶的台港内海，关注伫遐等你。哦，等下，我真看袂到。诶，敢若是一个。这敢毋是拄啊遐？伊拄则外口迄下骹佫一个乌面大尾呢，这也无啊？敢是？系啊。啊无好啊，咱来找看卖，咱来找看卖。诶，我无看过这个呢。敢有影？你敢有看过？你伫面来佚佗的时阵敢有看过？我毋捌看过，这真正毋是头前遐。毋是，头前迄个6个字，台港国家公园。啊，有啊，对。这台港内海尔呢，伤咸啊啦，好可能，我感觉一定是伫内底。哦。应该是遐无毋对。好无？来看卖。迄块啦，是迄块啦。对。你顶悬迄块有无？是我后壁啦。你大目看者。大目新娘。有啦，遮嘛有一只乌面大尾啦。比上较紧，哎。亮。真的。哎。哦，吴教授啦，关注是吴教授啦。等下我看一下伊面的，我啉者。就是吴教授，这足侪人的。对啊。吴教授。才有一个啦。哎，你敢问者？你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小你你敢是吴教授？足诚实咧，足诚实啊，你就是啦。是。你好。恭喜啦吼！啊，恁来到遮就是恁第一条已经回答正确啊。对。啊，咱带恁来去咱的纪念碑遮，吼，咱的台港内海的纪念碑，哦，来对车行，对车行。好。啊，咱这地吼是咱台港内海的纪念碑，吼。拄则相片迄张。过去的台港内海的这个所在吼，地点就是遮。嘿。哦，所以讲这就是内海。都有一丝啊水体的部分啦，就是佫有一寡海的存在。较早较大啦。较早较大，较早比这个做来都较大。遮都会看到吼，迄边面就是咸水溪，迄边上过一条溪是咸水溪。啊，这边吼头前都有这条安顺大排，吼。为遐这条啊了这都有四车湖的这个上尾仔遗迹，阮叫做四车内海啦，四车变做三条溪，拢是伫遮。集中伫遮，所以真看着嘛，足像是海，但是已经比以前减少足济啊，规模来讲已经缩小足济啊，啊，咱讲吼，足无清楚啦吼，咱等下入来内底，咱来看地图，可能咱大家对这个地理的情形吼，都愈清楚，咱来对来行，好不好？好，地图迄边要，对，来，行。来，咱看咱这张图吼，这张图吼，你咱看到讲。什么叫做内海咧？内海就是陆地吼，加外口叫做沙洲。陆地加沙洲中围起来这个水体，咱就叫做内海。所以咱这有叫做台港内海，啊，咱北边有叫做道风内海。都叫老师讲诶。啊，你会知影时阵是毋是伫这个所在叫做井仔卡？吼，啊，咱真伫倒？咱真就是这个所在，这台港内海偌大吼，对北边将军溪以南到。南边吼，这二站航溪以北，这全部拢叫做水体，全部拢叫做台港内海。但今年伊拢看无啊，缩甲变做
一丝丝啊，吼，恁正看到这个所在，一口纯纯味安尼变做一丝丝啊。哇，你嘿差足济呢。对啊，胃安尼啊，变安尼啊。好，安尼恁有了解啊吼？了解了解好，啊，了解。咱进问题就来啊哦，吼。来啊。嘿，咱的问题就是大江内海消失的原因。哦，请照17、18、19、20世纪大江内海的演变图来看讲咱的消失的原因。答唔直接就对啊。嘿，这无介简单哦。嘿，拢无介绍到呢。对，这都无讲诶。要紧，咱对这会当找到咱的答案。哦，是啊。 open book 安尼。嘿，好，对，你，互恁家己来去找哦，好没问题找到啊，都来找我。好，无问题。安尼咱来找。好。17、18、19、20、这是味道。哦，加19到20。